台湾创所秋金的之孙，定系南区烈酒公园的设立相当的兴盛。其实伊嘛是要凸显目前大台南27座特色公园，结果溪南22座，溪北只有5座，资源分配明显无平均。会中嘛以屏东的特色公园以物产定义上来设计吸引力，对来要求市府体检大北门区现况的公园缺失甲需求。同时加强设计特色公园的标准，变成一个特色公园吼，有这公园立地转型成功的这代表佳作啦吼。所以吼，咱嘛希望讲未来咱所有公园会当以这个为坐标吼，咱这个公园一定爱做像安尼特色公园有个特色出来啦吼。咱这我讲27座内底，伫咱大北门吼合家的化妆公园吼，正差不多要设计好啦吼。这件是用咱旧年的预备金，另外就是讲吼，市长也知影讲咱大北门区的重要，所以吼，大概咱嘉义地区吼，伫迄个运动场用地，教育局伊也要做一个特色游戏场，大概有到1000万，所以渐渐有咧增加啦。咱对市长开始，咱咧推展这个特色游戏场，像咱满岛也有啊，咱新营至少就有2座，搁这个。咱咸水、柳营拢有，所以西北地区现在也一直咧增加啦。大北门至少就讲进入合格咧设计中，过来就讲嘉义运动场用地，咱也有打算要做。特色公园的设立，因为马上得互市民有感，嘛成为这议员总之顺关心争取的焦点。会中教务局进一步回应，属于大北门区的客家花种公园特色游戏场，目前正办理规划设计，预计今年9月得当上网公告，11月开工。台南新闻，阮及刘品言采访报道。